我今天的声音感冒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们要大声的呼喊，大声的赞美，阿爸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拍手来赞美。再拍手。有唱过这首歌的举手好吗？
生时时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祷告，为等一下我们每个人能够安静心在主的面前来做礼拜来祷告。
我们现在无论在学业、事业、人生，或是感情上，我们有过不去的坎，我们有彷徨无助，但我们要相信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也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。我们何等的不配，能够站在这里，一起开口来敬拜赞美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那生命，有盼望，在这世上所爱我们的。无论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遭遇到了什么困苦患难，我们能要确确实实相信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活水必充满着我们每个人，他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他必更新医治我们每一个受伤的心灵。只要我们信，主耶稣此时此刻，我们愿意将我们每一个人放下自己，摆上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心中。孩子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